其實有冇話覺得屬虎如果犯太歲，以你頭先嗰種即係正面嘅人生觀去睇翻，屬虎朋友點去對待身邊即係每一個朋友，令自己人緣好翻啲呢？我覺得人緣咧其實係睇你自己個性格。我覺得你要好多時做人咧係要貴乎自知咯。因為我覺得你與乎咧係要對每一個朋友都用一個唔同嘅策略，因為要遷就嗰個朋友嘅性格，倒不如咧你揀一個咧係自己綜合嘅性格，係綜合晒所有嘅嘢，而係唔好引起人哋嘅妒忌啦，唔好人哋嘅猜疑啦，唔好係傷害咗人哋啦。無論你係知道或者唔知道，即係我覺得陳欣健啦，其人咧就係愛出愛返咯。其實每樣嘢都係啊。連個桃花年裏邊咧，相對嚟講咧，人緣會係有少少差咗，同埋有啲跌幅嘅。但係大貴人會多。如果好似 Philip 所講，有一種愛心胸懷包容身邊嘅人咧，就算唔係貴人嘅朋友，都會變成你嘅貴人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桃花方面咧，一定係要有一個方向性啦。